男人们好像早已习惯了修士的存在。赵兄啊，真是好久不见。城里也没有禁空限制。如此说来，这天星城倒是自由之极。这廊桥上的是隶属星宫的护卫队，他们主要负责天星城日常的巡逻与防卫工作。每日都有众多修士来此买卖各种法器和材料。真不愧是天星城啊，什么新鲜玩意都有。我们小店第一天开张，这些是天星城各大门派的商业据点，各门派的商盟都在此处设立自己的交易所。前面你看，这里便是号称天星城第一拍卖行的风月拍卖行了。听说连没有闻所未闻的珍奇异宝现世都会拍出天价。这里是天星方式最火的书铺南门口了，也算是天星城的情报中心。炼器、炼丹、符箓相关的商铺在左岸，灵丑、阵法、傀儡相关的商铺在右岸。